台中正义商圈北市东路最近当日施工未真行道，不过店头讲事先拢无通知，即马街路无法度进货，人客骑车来嘛挡无路，有4站景点已经连续反对。不过市府讲这是地方的共识，会照常来施工。 街路人真多，车也一台线一台。台中市沙鹿区正义商区的北势东路，伫路径围设标线型的人行道，街路人表达支持。不过店头是批评影响进货甲消费者停车，感觉是真不方便。人车争道啊，对，所以相对来说这个危险性就比较高。毕竟虽然现在大家都有礼让行人，可是我们的环境还不是对行人这么的友善。我认为这个有增设这个人行道部分是 非常恰当的啦。人家会怕啊，人家会怕来买东西会罚单啊。早上很多人就讲了，这样子他跑很远地方找停车，这样啊麻烦啊。当地有40多间店头讲唔知影，赶紧发起连署声明反对。台中市建设局是强调，工程施工进程已经向地方说明取得共识，并且请当地里长设计宣传，会用渐进的方式分段设置，保障民众甲学生用路安全。 很两极啦，有的人同意，有的人反对吧。对啊，但是是否可以协调，让大家更便利嘛？方案经交通局、警察局、公所及里长多方研议取得共识，并通过相关审查。市府施工前已透过里长广宣，并采渐进分段建制，目前已完工路段，广获民众支持。 建设局讲，人行道改善方案得到交通警察、公所里长研议，并且取得共识。威胁范围是北势东路、北对北中东街、南到东营路56项路段，正完成路面标线甲路口挖角的围设。有加3工了完工，会设有来垃圾的停车线，袂影响民众停车权益。记者综合报道。